同大家分享下今次喺大阪整頭髮真係超滿意。我揾咗位於新齋橋站行3分鐘就到嘅呢間 salon。我喺日本網站 Hot Pepper 嗰度預約，就係揾咗呢間 salon。今次幫我整頭呢，就係呢個老闆。上到去 salon 呢，雖然佢地方唔大，但係呢環境非常之舒服同乾淨，仲有 locker 可以擺低貴重物品。今次揀呢個價錢嘅 package 呢，就係包咗剪頭髮、染髮同埋做 treatment。坐低咗一陣之後呢，髮型師就會過嚟問你今次想點樣整呢個頭啦。今次呢，我就主要想搞下個布甸頭啦，染翻一隻啡色通，同埋呢就俾咗 reference 佢想整呢種 layer。之後呢就開始染髮，但係呢因為我個頭有兩紫色啦，咁佢就開多咗一隻染髮劑呢去幫我染翻同一個色通，不過都冇額外收錢嘅。呢度仲提供一杯嘢飲啦，同埋有 iPad 可以睇片。等咗半個鐘左右呢，去到洗頭呢，佢按摩得超舒服咯，仲順便做埋個頭髮 treatment。然後就嚟到剪頭髮嘅環節。其實成個過程中呢，我同髮型師呢都主要係用 Google Translate 去溝通啦，咁所以大家呢就記住帶定 reference 俾佢。想揾英文溝通呢，都可以揾呢個女髮型師。到最後吹頭髮呢，就係吹翻個 layer 出嚟啦。我想講真係勁靚咯。Total 成個整頭髮嘅過程呢，都只係2個鐘，同埋價錢呢超級抵啊，係港幣350蚊咋。成個體驗真係超推薦超好，快啲分享俾身邊都想去日本整頭髮嘅 friend。